哦，夏天都同样都很热。哇，没想到北京也是这么热，那跟台湾的新营还差不多呢，还跟武汉的也差不多呢。你看，台湾台南新营啊，还有湖北的黄埔啊。黄埔还在武汉的东边，靠近湖北黄梅县东城市。同样都很热。东京奥运2021年7月好像23号晚上开幕的。你看，哦，36度很热呢。东京办奥运的地方也是很热呢。今天周一36度哦。你看，哦，比北京还热啊！哦，比南京还热。比台湾台南的新营还热，比大陆湖北的黄埔还热。福建漳州，哇，福建漳州竟然达到38度哦，比日本东京还要热哦。东京36度已经很热了，哦，福建漳州还超过体温37.5度。福建的漳州竟然这么高温哦，超过体温哦。热极生风会有台风的危险哦。多云呢，那温度这么高啊，超过体温了。